喺2026年，無數香港家庭突然發現，一場無法言喻嘅窒息感徵兆，照喺城市嘅每一個角落蔓延。曾經行之有效嘅揾錢方式，理所當然嘅升級革新，仿佛一夜之間全部失效。原本平靜和睦嘅家宅，無端端生出無數是非，夫妻爭執，長輩病痛，無妄之災接踵而來，街頭巷尾、茶餐廳嘅煙火氣之中，人人都喺度嘆息大環境艱難，市道低迷，芸芸眾生以為呢一切只不過係經濟周期嘅寒冬，只要捱過去，總會見到曙光。當時代命運嘅巨輪無情碾壓已過嘅時候，絕大多數人根本冇意識到，佢哋所面對嘅從來都唔係一場普通嘅經濟低谷，而係一場蓄謀已久、針對所有人氣搶嘅田地大清洗。真正令世人喺2026年抱得捱唔住嘅，唔係天災人禍，而係九支之火舊接期。人嘅舊有磁場同天地大氣場產生咗劇烈嘅排斥反應。好多人以為面對困境，只有咬緊牙關，慳啲使錢，再加倍努力返工，捱過呢一兩年嘅死坎，就會如過天戚。但真相係，當流年大運同天地氣場徹底洗牌嘅時候，麻木嘅堅持同忍耐，反而會加速一個人嘅氣場枯竭。係錯誤嘅方位同衰敗嘅磁場入面，普通人嘅每一分掙扎都只不過係為自己掘緊更深嘅墳墓。當天地嘅墳墓已經改地，你仲用緊舊嘅接收器去硬蠢，最終揾來嘅只會係徹底嘅崩潰。風水古籍青囊經有云：利遇於氣，氣有於形，日月星宿剛柔相推，以生變化。呢段幾千年前嘅文字，用廣東話講就係天地間嘅命運軌跡，全部都隱藏喺無形嘅氣場之中。而氣場又俾我哋身處嘅物理環境死死鎖住。日月星辰嘅運轉交替，大運流年嘅強弱互換，先至係主宰世人吉凶禍福嘅真正退守原來。當時代嘅大政法發生劇變，普通人如果仲懵然不知更路，喺舊有嘅退氣位，無論你幾咁勤力、幾咁善良，都會被天地交替之夜無情搞實，成為時代最晚期嘅犧牲品。要明白2026年呢場大清洗有幾恐怖，我哋必須將歷史嘅長鏡頭推後到600幾年前嘅大明開國初期，去睇睇嗰場震驚天下嘅氣場動盪。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當時天下初定，百廢待興，表面上一片太平盛世嘅景象，但喺看不見嘅緯度，卻暗藏住極度兇險嘅磁場撕裂。歷史檔案記載，當時無數跟隨朱元璋打天下嘅開國功臣，以及富甲一方嘅江南貝家，喺建國短短幾年之內，紛紛迎來家破人亡嘅慘劇。佢哋唔係牽涉大案被滿門抄斬，就係家族內部突發惡疾，子嗣凋零。坊間百姓竊竊語，流傳呢個係因為連年戰亂殺戮太重，惹來嘅天譴報應。但當時嘅大明第一國師，精通堪輿之術同星象之理嘅劉伯溫，而係金陵城嘅最高處，望住城內嘅萬家燈火，卻睇穿咗一個令佢背脊發涼嘅真相。劉伯溫好清楚，問題根本唔出喺虛無縹緲嘅天演，而係出喺大運交接嘅氣場反噬。元朝屬金水之氣以大明建國，九運流正轉為極度猛烈嘅火運，火克金，正正係一個極端殘酷嘅大運轉晚期。金陵城雖然有頂級帝王之氣，但大氣場嘅強烈轉換，令到城內無數原本嘅心理位，一夜之間變成咗摧微嘅大煞之位。嗰啲帝官貴人互相舉假，以為天下太平就可以安享晚年大展拳腳。佢哋喺金陵城內大興土木，建起一座座奢華嘅宅邸。致命嘅係佢哋一仍沿用住舊朝嘅風水佈局思維，將大門開喺曾經風光無限嘅旺氣位，將轉臥室望喺曾經堆金積玉嘅財位。佢哋根本無察覺到天地嘅大氣場已經靜悄悄咁轉咗局。結果係點？歷史書上冷冰冰咁寫住無數險喺一時嘅家族連根拔起。但係玄學嘅暗線裏，呢啲家族滅亡嘅真正軌跡，其實係由一間間佈局錯誤嘅宅邸開始引爆。佢哋每日打開大門吸入嘅，已經唔再滋養生命嘅生氣，而係避生大運排斥嘅死氣同煞氣。家宅內部嘅磁場率先崩潰，於是決策者開始出現莫名其妙嘅心智分層。每每踏錯鏡子紅線，家族成員精神日漸萎靡，爭吵不斷，戾氣橫生。佢哋以為係自己唔好彩，卻唔知道自己每日都坐喺一個巨大嘅煞氣泉眼上面，陰陰環境冷涼將佢哋嘅福報抽乾。劉伯溫縱然有通天之能，重新規劃咗金陵城嘅中軸線，
引進新嘅龍脈生氣。但對於嗰啲已經喺氣場撕裂中淪陷、固執不化嘅普通學末，佢亦只能夠搖頭嘆息，因為大時代嘅洪流從來唔會為任何一個唔識得順應氣場嘅人停喺腳步。幾百年之後嘅今日，將鏡頭拉返到2026年嘅香港，金輪城發生過嘅氣場悲劇，正以另一種極具現代感嘅形式喺我哋身邊無聲無息咁重演，就好似無數香港人每日返工搭過架港鐵，幾十年嚟，大家都習慣咗喺同一個月台等車，習慣咗衝入同一台車上，甚至習慣咗自己喺同一個冷氣出風口下面。突然有一日，整個港鐵系統嘅行車方向同軌道完全倒轉，嗰啲習慣低住頭撳電話、戴住降噪耳機、唔聽廣播亦唔睇指示牌你都市人，依然按照舊有嘅路線同肌肉記憶衝入車上。佢哋以為自己正向住安穩嘅目的地進發，卻發現窗外啲風景越來越陌生，越來越荒蕪，最終被帶到一個完全無法生還嘅終點站。2026年正正就係呢架突然改變咗所有軌道同方向嘅命運列車，無數香港人依然喺度瘋狂咁用舊方法炒股，盲目咁擴張生意，甚至喺屋企個廳度仲擺放住過往20年白運期間行之有效嘅催財物件。佢哋以為只要行多2步，做得夠多，就可以對抗大環境嘅衰退。但喺無形嘅氣場位度，佢哋屋企嘅大門正源源不絕咁吸入老年嘅暴躁衰氣。佢哋每晚按睡嘅重合，正壓住引發焦慮、病痛同破財嘅流年空聲。用玄學嘅底層邏輯去拆解呢種集體沉淪嘅現象，其實非常清晰，亦極度冰冷。當九子之可運嘅焦躁之氣，與2026年嘅流年飛星惡煞重疊，原本和穩平靜嘅家個氣場會變得極度暴烈。如果一個家庭一立氣口或者核心休息區啱啱好落喺呢啲被引爆嘅方位上，就好似將一個原本健康嘅人每日困喺一間充滿壞性毒氣嘅密室入面，裏面嘅人只係覺得特別攰，精神唔集中，脾氣變得惶震，跟住落嚟就會出現判斷失誤、無端投資失利、積蓄慢慢流失，最後當個人嘅氣場徹底被環境污染同蠶食，就會引發家宅不和、惡質纏身，甚至瞬間傾家蕩產。這從來都不是虛無嘅名利詛咒，而是純粹係指明的環境能量物理學。時代拋棄芸芸眾生嘅時候，連一聲再見都唔會講；而風水懲罰一個家庭嘅時候，往往係由最不起眼嘅日常開始瓦解。睇到呢度，或許好多人會覺得心寒，認為只要而家開始留意流年方位，去買啲名貴嘅花灑物品擺低，就可以安然度過呢個死坎。但如果我話你知，真正引爆2026年呢個家個人網爺機嘅，根本唔係出面大環境嘅風風雨雨，而係一個隱藏喺每一個香港人屋企入面，你日日經過、日日冒住，卻從未察覺嘅致命死角。喺無數探討命運起伏嘅街頭巷尾，總會聽到一重充滿文無力感嘅嘆息。點解有啲人明明已經拼盡全力，起早貪黑咁做足本分，偏偏喺某個特地嘅年份會輸得一敗塗地？好多人將呢種無奈歸咎於命水差或者立面不利噶，以為只要捱過呢段時間，一切就會好轉。但係當撕開命理學神秘嘅面紗，俯視歷史洪流之中無數個體嘅沉浮，真相往往殘酷得令人難以接受。世間嘅苦難同破敗，好少係偶然嘅運氣使然，更多嘅係一重深層次能量運作嘅必然結果。真正導致芸芸眾生喺流年遭遇破財同家宅不住嘅，從來唔係虛無縹緲嘅命運詛咒，而係佢哋未能順應環境方位嘅衰禍禍福，固執地留守喺死氣之中被無情消耗。坊間無數自稱玄學大師嘅人，總係教導大眾喺流年低谷、運勢停滯嘅時候要主動催旺。佢哋建議購買各種昂貴嘅風水擺設，安置喺所謂嘅吉位，試圖以人力去逆轉乾坤。但真正的風水智者從來唔係咁教，喺一個氣場已經徹底敗退、生氣斷絕嘅空間入面，盲目追旺就好似係一口已經乾涸嘅枯井入面拼命打水，越係用力，只會越快耗盡自己僅存嘅精力同元氣，最終加速走向崩潰。風水古籍審時玄空學有為：旺去衰來，生死有分，不知衰旺，枉然皆空，借大古道也。呢句說話用廣東話白話文去理解，就係話環境嘅氣場係會隨住時間流逝而經歷興衰狀態嘅。
到一個方位嘅旺氣已經退散，衰氣降生與死，成與敗嘅界線就已經無情地劃定。阮運識得辨別氣場嘅衰旺交替，只係一味求神問卜、盲目佈局，根本就係猛人摸象，最終只能夠跟隨衰敗嘅氣場一同被時代淘汰。要深刻理解呢種氣場衰旺莫復嘅法則，我哋必須將目光投向近代香港一段極度傳奇，同時又極度壓裂嘅歷史。上世紀8、90年代嘅九龍城寨，你被推土機徹底夷為平地之恥。九龍城寨係一個舉世罕見嘅極頂物理環境，幾萬人擠逼係只有2個足球場大小嘅土地上，無數僭建嘅樓宇如同野麻生長嘅鋼筋水泥怪獸，互相交疊纏繞。裏面又冇天日，即使係烈日當空嘅正午，城寨底層嘅通道依然漆黑一片，需要一靠昏暗嘅光管照明。天花板永遠滴住來源不明嘅污水，各從電線錯綜複雜地交織喺半空，就好似呢座巨大建築物地體嘅經絡。從風水玄學嘅角度來看，呢度係一個完美嘅困煞之局同極陰之地。陽光無法穿透，空氣無法流通，積聚嘅全部都係濕煞、陰煞同穢氣。喺呢種極端惡劣嘅氣場籠罩之下，城寨內絕大多數嘅居民都陷入咗一重破大嘅命運泥沼。就好似喺城寨內經營地下滅害日阿強，每日喺不見天日嘅作坊入面工作超過16個鐘，台勤很苦，但換來嘅只係日漸微薄嘅收入同每況愈下嘅身體。佢哋屋企人亦頻繁遭遇意外同疾病。阿強以為呢個係同樣嘅宿命，但喺氣場嘅維度，佢每日呼吸緊嘅係極度停滯同腐敗嘅死氣。佢嘅個人磁場正被呢個巨大嘅混凝土墳墓日復一日地抽割。但係喺呢片令人窒息嘅絕望之中，卻隱藏住令人費解嘅異數，係城寨即將清拆嘅前夕。有一小撮人，例如喺東南角開設無牌牙醫診所嘅名宿，卻諗夠喺短短幾年間積累到驚人嘅財富，最終係清拆前成功上岸，喺美孚新村買樓安居，徹底改變咗家族嘅命運。點解喺同一個城寨入面，命運嘅分野會如此極端？原因並唔係名宿比阿強更流力，亦唔係佢嘅藝術有幾高明，而係隱藏喺幽暗喉嚨之中嘅氣場流轉秘密。名宿嗰間狹窄嘅診所，啱啱好對正一條貫穿城寨東南面嘅隱秘東風河，喺當年嘅3輪九運之中，東南方正值特定嘅流年旺氣。嗰一鮮美日但源源不絕嘅穿堂風，奇蹟地劈開咗城寨嘅重重陰煞，將外界僅存嘅一線收氣，直接引入咗診所內部。當阿強喺死氣沉沉嘅衰位入面徒勞掙扎嘅時候，名宿卻喺不自覺間坐上咗時代殘聚嘅旺氣風口，需要旺都莫復喺呢座罪惡之城入面展現得淋漓盡致。當一個大環境整體走向衰敗，留喺西位嘅人會加速滅亡，而能夠精準佔據最後一絲旺氣立起口嘅人，佢能吸乾周圍嘅殘餘能量，完成命運嘅逆襲。呢種殘酷嘅氣場篩選法則，就好似將一盆本來生機勃勃嘅植物放喺一個完全冇人過、唔通風嘅暗角。無論主人每日啲咁勤力去淋水施肥，一盆植物最終都只會爛根枯死，因為植物嘅生命力從來唔取決於主觀嘅努力，而係取決於佢是否身處於一個能夠進行光合作用嘅氣場環境。當一個人身處於流年大煞位，或者長期停留喺退異之局，環境能量就會變成一個巨大嘅黑洞。你嘅健康、財富、人際關係都會被呢個無形嘅黑洞慢慢吸走，直到一無所有。努力喺錯誤嘅氣場入面，從來唔係拼搏，而係加速消耗。懂得喺氣場崩塌之時，順應天地嘅衰旺規律，係改變方位，先至係真正嘅自救。如果你睇到呢度，而家心入面有一啲觸動，或許你已經察覺到自己過去嘅堅持可能放錯咗位置。喺留言區留低一個日，每一個日都為見證咗屏幕前嘅人決定改變自己氣場，唔再同時到逆行的覺醒善業。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當時你向強地發出從新年跌升起的美妙信號。然而九龍城寨嘅歷史雖然已經被頹土機掩埋，那從物理上嘅黑暗與壓抑似乎已經成為過去式。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係大多數風水師都唔會主動話你知嘅。原來香港人面對嘅2026年，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係完全唔同嘅。另一重更為隱蔽、更加慘烈嘅無形城寨，
正在全香港無數個高尚住宅同甲級寫字樓入面，以一種現代人無法察覺嘅方式重新建立，只喺太平山頂俯瞰。2026年嘅香港依然係嗰座摧殘奪目嘅石屎森林，無數都市人每日步履匆匆穿梭喺密集嘅摩天大廈、狹窄嘅街道同埋冷氣強勁嘅商場之間，以為自己正精準咁掌控住現代商業嘅脈搏，甚至覺得人定生近。但係如果用玄學嘅天眼去審視呢幅繁華嘅圖景，呢座高林立嘅國際都會喺九子黐火運嘅籠罩下，其實早已經變成一個巨大而封閉嘅無形牢籠。當外圍經濟環境嘅風暴席捲全球，身處喺呢座城市入面嘅芸芸眾生，感受到嘅唔單止係數字上嘅財富縮水，更係一重深入骨髓嘅焦慮同暴躁。呢種無名火喺街頭嘅爭吵中爆發，喺深夜嘅失眠中蔓延。香港山多平地少，高樓密集嘅極端物理格局喺2026年火旺嘅流年之中，形成咗一個巨大嘅能量焚化爐，正在無聲無息地加速到市人嘅財富與情緒枯竭。好多人以為只要身處喺中環、觀塘呢啲傳統嘅商業核心區，置身於幾十層高嘅甲級商廈入面，就可以沾染到所謂嘅地氣同財氣，甚至以為高密度嘅商業活動會帶嚟生生不息嘅能量。但真相係㗎，喺2026年極端暴力嘅大氣場之下，過度密集嘅石屎森林發熱，切斷咗田地生氣嘅自然流動，將所有人困喺一個互相反噬、不斷消耗嘅割肉局入面。風水古籍地理五缺有云：氣盛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呢段說話用廣東話去拆解，就係話真正養人嘅氣場，必須要有適當嘅空間去聚攏，同時要有舒緩嘅氣流去帶動。然而香港極端密集嘅屏風樓同玻璃幕牆，將此迎接和運嘅微風切割成極具破壞力嘅天斬煞同穿心煞，本應聚氣嘅明堂，被擠壓成一條條狹長嘅暗巷。原來香港引以為傲嘅城市密度喺大運交接嘅煞氣降臨時，反而變成咗一部巨大嘅放大器，將暴烈嘅火氣同煞氣無限翻射，令身處其中亦都使人無處可逃。為咗睇清楚呢個困獸局有機殘酷，將視角拉翻去現代香港嘅真實場景，觀塘昔日嘅工業重鎮，如今補滿活化後嘅寫字樓，係無數創業者同中產階層嘅夢想發源地。阿明一位一直信奉長期價值投資同理性分析嘅金融交易員，就喺呢度租咗一個過千尺嘅單位作為自己嘅私募基金辦公室。過去幾年，阿明捧住冷靜嘅頭腦同嚴格嘅風險控制，喺市場上斬獲頗豐。但步入2026年年初，大環境急轉直下，市場波動劇烈。為咗挽救投資組合嘅跌勢，阿明將自己鎖喺辦公室入面，日以繼夜咁盯住幾十個熒光幕，瘋狂分析數據，甚至連食飯同瞓覺都喺嗰張寬闊嘅老闆台度解決。佢堅信，只要付出比平時多10倍嘅努力同專注，就可以用理性嘅思維無影去戰勝市場嘅瘋狂。但係阿明萬萬都估唔到，佢有心力去啲掙扎，其實係親手將自己推向滿茫嘅深淵。佢嗰張象徵住權力同財富嘅老闆台，正正對住天花板中有一部巨大嘅工業級冷氣出風口。喺2026年嘅流年飛星圖上，嗰個方位啱啱好落，係極度兇險嘅五黃大煞之位。五黃星主災禍、破財同突發性嘅精神崩潰。冷氣出風口，每日將五黃煞氣源源不絕咁直接吹落阿明嘅天靈蓋，以一刻外牆密集嘅玻璃幕牆，喺下晝嘅烈日照射下，將刺眼嘅光煞同九子黐火嘅焦燥之氣無死角禁止射入室內。喺呢種極端惡劣嘅氣場反覆撕裂之下，阿明大腦嘅認知模型開始悄悄崩塌。佢原本引以為傲嘅冷靜消失殆盡，取而代之嘅係難以壓制嘅暴躁、偏執同患得患失。佢開始頻繁打破旨意，定低嘅指示紀律，為咗追回損失而進行高風險嘅槓桿投機。佢導致下屬大發雷霆，導致係新團隊紛紛辭職辭場。最終喺2026年秋天嘅一個下午，一次完全違背理性常識嘅重創壓軸，令阿明嘅基金瞬間爆倉，10多年積累嘅財富化為烏有。阿明以為自己輸俾咗千變萬化嘅市場，輸俾咗唔夠好彩，但喺玄學嘅上帝視角睇落去，佢其實係輸俾咗自己辦公室入面嗰個無形嘅氣場絞肉機。呢種情況
就好似將一部運行緊極高強度運算程式嘅超級電腦放喺一個散熱風扇配咗仲要被太陽暴曬嘅密封玻璃室入面。電腦嘅處理器係聽命運作，發出嘅高溫就越快令到整塊主機板徹底燒壞。喺錯嘅氣場入面，所有嘅努力、執着同所謂嘅理性，都唔係扭轉抗棍嘅加分項，而係加速自我毀滅嘅催化劑。當外在物理環境已經變成一個無法呼吸嘅火爐，室內嘅殺氣就會形成一個無法逃脫嘅漩渦。一個身處其中嘅人，無論佢讀過幾多投資經典，擁有幾強嘅意志力，最終都會被環境能量剝奪理性，做出一連串災難性嘅決定。努力喺錯誤嘅氣場入面，從來都唔係扭轉乾坤嘅籌碼，而係加速命運墮落嘅催命符。喺呢個被高樓大廈壓縮到令人唞唔到氣嘅2026年，屏幕前嘅無數芸芸眾生，或許亦曾喺辦公室嘅某個深夜，感受到呢種越流離越無力、越掙扎越沉籠嘅絕望感。如果呢一切亦曾觸動過命運嘅共鳴，而家請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化失立福。呢4個字唔單止係一個虛擬嘅願望，更加係世人喺時代深淵之中向天地發出嘅一份氣場宣言。當打出呢4個字嘅時候，就代表住一重覺醒，宣告自己決心停止盲目嘅消耗，擺脫殺氣嘅糾纏，喺狂風暴雨中重新找屬於自己嘅生機與平靜。然而當無數打工仔同老闆喺商場上損兵折將，帶住一身疲憊同傷痕支開中環或者觀塘嘅寫字樓時，佢哋以為只要捱過白天嘅煎熬，返到屋企就可以避開外圍嘅風暴，係避風港入面舔晒傷口。但如果真相係最大嘅危機，根本唔係公司，而係早已經潛伏喺佢哋每晚安睡嘅床榻旁邊。當夜幕降臨，無數係商場同寫字樓耗盡精力嘅香港人，拖住疲憊嘅身軀推開家門。世人總係天真地以為，只要返到屋企閂埋道門，就可以將2026年外圍嘅風霜、經濟嘅染網同埋職場上嘅殺氣徹底隔絕喺外家陣。喺傳統觀念入面，係最堅固嘅避風港。但係命運最殘酷嘅玩笑，往往發生喺最令人毫無防備嘅地方。當無數家庭喺飯台上為咗日常開支而面紅耳赤，當夫妻喺深夜為咗莫名嘅焦慮而互相指責，佢哋根本冇察覺到一場無聲無息嘅屠殺，早已經喺佢哋最熟悉嘅客廳同睡房入面悄悄展開。真正導致2026年家宅不和、財運斷裂嘅元兇，往往唔係命理嘅詛咒，而係嗰啲被長期忽視嘅居家動靜如錯誤擺設。好多人以為面對流年嘅經濟不景氣，只要喺屋企嘅財位擺滿招財金線、紫水晶洞，甚至過上各重開鍋法器，就可以保住家宅平安，甚至逆市生財。但風水大師從來唔會咁教，真相係喺大煞之年，而係刻意喺錯誤方位進行盲目嘅催旺，反而要會成為引亡入室嘅致命動作，加速整個家庭嘅分崩離析。風水古籍已經有云：吉凶悔論者，三浮動者也。呢句說話用廣東話白話去理解，就係話世間所有嘅災禍同遺憾，都唔係無端端發生嘅，而係因為氣場被不保嘅行為強行引動咗。原來喺流年嘅煞氣為大興土木，或者擺放帶有動力嘅物件，就等於主動喚醒咗沉睡中嘅惡魔，將原本靜止嘅煞氣擴散到全家每一個角落，將歷史嘅鏡頭拉近，睇睇發生喺香港新界一棟村屋入面嘅真實悲劇。阿發係元朗八鄉一位擁有機動組屋嘅原居民，喺過去幾十年嘅白雲期間，佢靠住收租同埋做地盤同頭，累積咗相當豐厚嘅身價。但步入2026年，9支黐火位嘅劇烈震盪，令到工程項目大幅減少，租客亦接連退租。阿發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財富縮水焦慮，為咗挽救剛好一下嘅財運，阿發聽信咗坊間所謂嘅催財秘法，喺3層高村屋嘅地下大廳，亦即係2026年流年最凶險嘅病符煞位，斥巨資起咗一個佔地極廣嘅風水錦利池，仲配備咗24小時不停運作嘅大型流水假山過濾系統。佢滿心歡，你咁以為水為財，只要有生生不息嘅流水，就可以將財氣重新催谷起嚟。但結果卻令人不寒而栗。水池建成唔夠3個月，災難就接踵而來。首先係阿發30幾歲，原本係中環做銀行高管嘅大仔，
無端捲入一單嚴重嘅商業違規調查，唔單止被即時解僱，仲面臨巨額嘅法律訴訟。緊接住一直身體硬朗嘅阿發本人，喺一個平靜嘅下晝突然中風倒地，半身不遂，失去咗經濟支柱同主心骨嘅家庭瞬間陷入混亂。呢個仔女為咗爭奪僅餘嘅資產，喺危險嘅走廊大打出手，甚至揚言要對簿公堂。一個原本富足和睦嘅新界家族，喺短短半年之內變得四分五裂，家破人亡。阿發一家嘅悲劇喺外人眼中可能只係流年不利或者豪門印嘅，但係玄學嘅角度，呢個係一場教科書級別嘅風水自毀局。佢喺最唔應該有動靜嘅流年大煞位，放置咗最強烈嘅動態催化劑，震動嘅水泵同流動嘅水流，將無形嘅病符星同破財煞氣無限放大。隨住空氣嘅對流，源源不絕咁輸送去村屋嘅每一層、每一個房間。佢自以為係喺度催財，實際上係親手為屋企人燉製緊一碗慢性毒藥。呢種荒謬而悲慘嘅行為，就好似一個人身上撒咗一道嚴重發炎流緊膿嘅傷口。佢唔單止唔去睇醫生消炎包紮，反而每日用最燥熱嘅人參鹿茸去敷落個傷口度，結果只會令細菌瘋狂繁殖，傷口極速潰爛，最終引發敗血症而死亡。喺風水學上，煞氣位就係家宅氣場嘅發炎傷口，任何試圖係該做施加能量嘅舉動，都係自尋死路。當一個家庭嘅氣場被煞氣完全精進，最先受到影響嘅就係居住者嘅情緒同理智，焦慮會被放大成暴躁，離世嘅誤會會演變成不可挽回決裂，而隨之而來嘅就係判斷力下降導致嘅破財，以及免疫力崩潰帶來嘅惡疾。呢啲看似微細嘅居家細節，其實就係原本每一個家庭頭頂上嘅無形利刃，唔係殘酷嘅命運要摧毀一個噶，而係人為嘅貪念同無知，親手將煞氣引入咗家門。睇到嚟到，好多人已經開始對自己嘅處境感到心寒，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屋企嘅每一個角落係咪都藏住催眉烈逆機。但係睇清楚深淵並唔係終點，知道點樣喺深淵邊緣落馬，先係玄學流傳千年嘅真正意義。喺大時代嘅驚濤駭浪之中，普局嘅方法其實出乎所有人意料。佢唔需要你花費千金，亦唔需要你大興土木。真正嘅保命符，往往隱藏喺最微不足道嘅日常訪遇之中。當無數芸芸眾生喺時代嘅深淵邊緣徘徊，試圖尋找一根救命稻草嘅時候，世人往往會陷入一場焦慮驅動嘅瘋狂。佢哋以為面對2026年嘅經濟寒冬同流年死坎，必須要主動出擊，要四出尋找催財秘方，要喺易掩嘅邊緣放手一搏。但係如果翻開中華幾千年嘅堪輿學歷史，仔細審視每一次大運教題、朝代更迭時嘅智者抉擇，就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嘅真相。喺極度動盪嘅年份，盲目進攻與摧毀，從來都係取死之道。喺2026年呢場席捲所有人嘅氣場風暴入面，真正保得住家宅平安嘅大智慧，唔係進攻，而係識得固守家宅嘅流皮底線，做到藏風聚氣。好多人以為當財運停滯，事業遇上樽頸，就一定要喺屋企擺放各重生活嘅風水陣，甚至後磚打鐵去改變格局。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喺一個滿布煞氣嘅流年入面，大氣象充滿住焦躁同破壞力，就好似外面正喺度打緊10號風球。喺呢個時候，你最應該做嘅唔係打開大門去迎接所謂嘅風口，而係應該緊閉門窗，守護住屋企內部僅存嘅一絲溫暖同安全。風水古籍藏經有云：氣成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事不散，肯之事又止，故謂之風水。呢句流傳千古嘅經典名言，用廣東話白話文去理解，就係話大自然嘅能量一旦遇到強風就會被吹散，遇到水流就會停留聚集。原來最高級嘅風水佈局，從來唔係無中生入去創造財富，而係識得點樣將微弱嘅生氣藏喺屋企入面唔好流失，同時將外面嘅煞氣隔住於大門之外。為咗將呢個深奧嘅哲理落地，我哋可以睇睇一個發生喺2026年現代香港嘅真實中產家庭生存樣本。將軍澳，一個背山面海、高樓林立嘅新市鎮。喺過去嘅經濟順境之中，呢度象徵住無數香港家庭上車嘅中產夢。陳太一家3口就住喺將軍澳南一個私人屋苑嘅高層單位。步入2026年，9支火運嘅威力開始浮現，
陳太嘅丈夫喺一間大型科技公司擔任中層管理人員，突然面臨公司大規模裁員嘅危機，而佢哋當初高位買入嘅單位，亦因為樓市下行而淪為負資產。每晚放工殺到屋企，丈夫總是眉頭深鎖，脾氣變得異常暴躁。兩夫妻經常為咗微細嘅開支而爆發激烈爭吵。個仔一學業成績亦一落千丈，使個家庭嘅氣場就好似一個即將被篤爆嘅氣球，充滿住絕望同窒息感。面對呢種即將家破人亡嘅壓迫感，陳太並冇好似其他絕無嘅主婦咁四出求神拜佛或者花費巨資去買風水擺設。相反，佢聽從咗一位深諳傳統風水人士嘅建議，喺屋企進行咗幾項微不足道但係氣場防禦上極具決定性嘅改變。首先，陳太將大門口嗰張原本鮮紅色、寓意鴻運當頭嘅地毯換成咗深灰色。喺2026年嘅飛星局入面，大門剛好正對住流年嘅暴烈火勢。鮮紅色屬火，無疑係火上加油，將殺氣無限放大引入屋內；而深灰色屬水，以水制火，喺大門口已經築起咗第一道無形嘅防火牆，將嘴風嚟嘅殺氣射走。其次，陳太發現客廳張梳化原本為咗貪圖海景，係背靠住落地大玻璃窗嘅。喺風水學上，呢個叫做背後無靠。喺動盪嘅流年入面，會令家中嘅經濟支柱失，係貴人扶持，終日惶恐不安。陳太果斷將梳化移位，黏梳化背緊貼住一幅實心牆，就係呢一個簡單嘅轉向，令到丈夫每晚坐喺客廳休息嘅時候，氣場得到咗實質嘅承托。無形中穩住咗佢職場上搖搖欲墜嘅心智。最後亦係最關鍵嘅一步，藏風。將軍澳臨海，季候風強勁，尤其係下晝嘅西斜陽光直射入屋，帶住極強嘅光煞同火氣。陳太開始嚴格控制客廳窗簾一開入時間，每逢下晝2點到5點最猛烈嘅時候，必定拉上遮光窗簾，只留一條小縫透氣。呢個動作年尾咁實踐咗就係支持不散嘅古法。將屋內殘寂嘅平和只係緊緊鎖住，隔住將外面令人心浮氣躁嘅惡性磁場。結果出乎意料咁平靜，無驚猜動地嘅橫財，亦無戲劇性嘅升職。但係丈夫喺隨後嘅2輪大裁員名單中，奇蹟地因為過往一個不起眼嘅專案被高層保留咗落嚟，屋企嘅爭吵聲慢慢減少，一家人開始學會喺粗茶淡飯中互相扶持。喺2026年呢場埋葬無數中產家庭嘅經濟風暴之中，陳太一家雖然資產縮水，但家則平安，完整無缺咁生還咗落嚟。當外圍環境已經變成一片火海，聰明嘅人唔會走出門外去救火，而係會攞濕毛巾塞住門縫。呢個看似微小嘅居家調整，其實就係喺能量層面上為屋企拉移咗一張堅不可摧嘅防護網。唔係你命唔好，係亦唔識得喺狂風暴雨之中為自己留一絲生機。風水改變唔到大環境嘅惡劣，但能夠幫一個家庭喺絕境中闖出一條活路。當一個家庭做到呢啲微小嘅改變，命運嘅齒輪其實已經喺黑暗中悄悄轉向。但係縱觀歷史長河，無論係羅盤上嘅精妙計算，定係理氣上嘅完美佈局，風水從來都唔係萬能嘅救世主。喺天地大運嘅無情碾壓之下，仲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氣場規律，凌駕於所有羅盤與方位之上。歷史嘅巨輪從來唔會因為凡人嘅眼淚同恐懼而停止轉動。2026年呢度被無數人視為絲坎嘅流年，無論帶嚟幾多財富嘅灰飛煙滅，又或者引發幾多家宅嘅悲歡離合，最終都會成為時間長河入面一粒微小嘅塵埃。當世人企圖用盡所有玄學秘術去對抗時代嘅時候，往往會忘記一個最根本嘅真實：風水無法阻止2026年時代悖論嘅無情戰入，但佢能夠賦予世人喺風暴中保持清醒嘅智慧，令人唔被集體嘅恐慌同貪婪所吞噬。古人常言一命二運三風水，是則陰德五讀書。風水雖然能夠改變環境嘅磁場，但如果一個人嘅心智已經被恐懼打敗，而貪念蒙蔽，無論將佢放喺幾完美嘅龍脈之上，佢最終都會因為自己嘅狂妄而招致毀滅。相反，嗰啲係絕境之中依然能夠保持善良、天生底線嘅人，佢哋嘅內心本身就係一個強大嘅發光體，能夠喺最黑暗嘅煞氣之中，為自己同家人照亮一條明亮但堅實嘅生路。2026年嘅動盪，注定係一場深刻嘅靈魂洗禮。
佢無情咁撕破咗過去幾十年經濟繁榮所掩蓋嘅虛妄，強迫每一個人去直面生命中最核心嘅價值。當股票跌到停牌，當銀行戶口嘅數字大幅縮水，當昔日嘅繁華與夢幻投影般消散，留喺世人身邊嘅仲有啲咩？係嗰個喺你失業當晚，默默為你熱翻一碗湯嘅伴侶，係嗰個明明已經疲憊不堪，依然咬實牙關為仔女交學費嘅父母，係嗰份即使身處逆境，依然唔肯放棄尊嚴同良知嘅堅持呢啲，先至係宇宙間最強大、最瑣碎嘅遊戲。而家我想問屏幕前嘅芸芸眾生一個問題，唔使答任何人，答自己就好。喺呢個充滿失去同迷惘嘅2026年，你曾經為咗守護邊一個最重要嘅人，而咬實牙關死撐到今日。如果你都有過呢種深夜痛哭但天光依然繼續前行嘅經歷，喺留言區話俾天地知，我哋會睇每一個留言。呢度冇高高在上嘅審命，只有無數個喺時代風暴中互相一同、互相取暖嘅疲憊靈魂。當你寫低呢份經歷嘅時候，你已經不再孤單，你嘅氣場已經同千千萬萬個堅韌嘅香港人連結埋一齊。夜色漸深，維多利亞港嘅海水日煙隨住月亮嘅引力起伏退潮。無論世間幾多紛擾，宇宙嘅規律依然不疾不徐咁運行中。喺清楚明媚嘅朝露，依然選擇熱愛生活。呢個就係玄學教俾世人最溫柔嘅答案。氣場隨心而轉，守住內心平靜，便能安度流年。